请问王爷债是什么意思 ？A. 爸母欠囝儿的债 ；B. 未甲神明害冤 ；C. 利息足悬的贷款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王爷债，是欠囝儿的，还是欠神明的，还是利息真悬的，还是欠倒一种的？唔是欠生命的，这感觉会误导哦，系啊。对啊。哦，哦，安尼我有感觉是迄个利息足悬的贷款哦。王爷是有啥物意思？足悬的啊，足悬的，足大，足济。所以是 C，应该是我感觉应该 C 哈。你感觉王爷？王爷债，我捌听过。但 A 咧捌媒人的时阵，欠你王爷债，哦，欠你王爷债，足多。还是爸母欠囡仔债哦？会嘛有可能。嗯，因为哦，你看，迄有的囡仔真正是吼，是大人啊逆教哦，有咩？ A，爸母欠囡仔的债，野手，野手，一个，为什么？一个，爸母因为伊就是伫厝诶，囡仔啦，讲坐咧无要动啊，爸母就会讲你即阵敢若王爷咧。对，哦，有可能。哎呦，那 C 咧？C 无可能。 比无可能。我即摆是咧红台王爷呢。对，有可能。等下咧考试，对。哦好，好，啊 C 我咧感觉啦，C 咧，C 时间啊，要投票无？除了管理外，无啥物。无，我与你诶，嘿。我是感觉答案应该无是 A 遮简单，啊，无像迄遮简单哦啊。不过有 A 这种讲法，倒数咯，系我的意是，思，是。好，好，来有答嘛哦，吼，你的答案是，我的答案是 A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爸母欠囡仔的债，对唔对？哎呦，一班过来啊哦，来，确定哦。你敢若4秒，人是40秒，你敢4秒，较紧的。好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死好啦下，。利息足悬的贷款，对唔对？变盘，好来，老师，迄个利息足悬的，咱较早地下钱算啥吼？你若欠哦，你毋是讲那讲迄个利息足悬尔，你若无闲哦，过会甲你找人来甲你嘿，甲你人掠厝拆，食鸡食啊，连个无半只。足恐怖的，啊，所以人就讲叫王爷债。